Hello， 我係 Jason， 今日咧會介紹呢一架嚟自法國 Kiva 1秒開合嘅滑板車，究竟佢有幾勁？我哋一齊出去睇下啦！唔知父母買一架平衡車俾小朋友之後咧，自己都心喐喐想買翻架同佢一齊玩喎。考慮到方便、操控同埋速度，滑板車就係最適合不過嘅選擇啦。呢架法國 Kiva 滑板車最大嘅特點就係1秒開合，咁樣一家人出去玩，出入港鐵就最方便啦。為咗令架車更易操控 ，Kiva 跟附設前轆剎掣嘅喎。唔單止咁喎，佢仲有一個特別嘅設計，可以鎖死咗個前轆㗎。咁樣就可以好輕鬆咁將架車垂直咁挨喺你身邊，仲可以飛翻隻手出嚟玩電話添。而 T 字形嘅把手加上雙管嘅車架設計，再配合流線型嘅車身。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佢，就係型。點解呢個車操控咁容易呢？因為咧佢呢一個車架重心特別低噶，配合18cm 嘅暢順輪組，同埋呢個特闊嘅踏板，所以都適合長距離代步噶。如果想好玩、方便又型仔嘅話，呢架 Kiva 滑板車就最啱你啦！仲唔快啲嚟我哋 Jolly Man 門市試車？如果想知更多適合小朋友玩樂嘅資訊同埋產品介紹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啊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